挺住不动，重心放到前面，右脚后面点地，眼睛往前看。好，收。好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。手叉腰，下巴跟立起来，预备起，咚哒哒，咚咚哒哒哒，咚哒哒哒，咚咚哒哒。手把往下压下去，眼睛，你看，对，好，收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学单音空法练习减字步。先看一遍我的5、6、7、8，咚哒哒哒，咚哒咚咚哒哒哒，咚咚哒。好，同学们跟我来一遍，手叉腰，手腕往下压下去，下巴跟往上提起来，从右脚开始走，预备起，咚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咚哒，停住不动，重心放到前面，眼睛看前面。对了，右脚往后点地。好，收。好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。起，老师备，起。杠。重心放到前面，手腕压下去，眼睛。对了，转鼻梁很好啊。要叉腰，往上提起来，手腕重心压下去，后面脚点地。对了，好，不错，收。注意啊，往前走的时候，你看，保持体态，往上提起来。上身不能往下压下去。必须是往上提起来，然后提脚的时候用力往上踢出去，再放下来，踢出去，再放下来。提脚呢，本脚用本脚往上提，不能勾脚啊。好，再来一遍。手叉腰，准备，表情，好，预备，起。保持微笑。好，同学们很不错，很好。下。好，下一步动作是交换手。同学们站好自己的位置。同学们先看一下我的5、6、7、8，咚哒哒哒，咚哒咚咚哒哒咚咚哒，咚哒哒咚哒咚咚哒哒咚咚哒。好，同学们跟我来一遍。来的时候注意看我的啊，从右手开始，先看左手。经过2位手，右手，然后再放到3位手，左手往外推出去，右手也是往上推出去，胳膊不能弯，胳膊伸直，眼睛往前看，下来，然后做第2个手，交换手。好，同学们跟我来一遍，预备，起，咚哒哒咚哒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哒咚哒咚咚哒哒咚咚哒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。下巴跟起来，准备，表情，保持微笑，预备，起。左手往内收进去，对，下巴再提起来，胳膊伸张，对，保持微笑，好，收，
注意提看啊，中心不在前面，下巴颏往上提起来，往上，这手不松，往上提起来，对，先看手下面的手，然后到手腕以后，眼睛再看前面，好，自己再来一遍，再起，动，动三。很好，收。下一个动作是原地动脖子，5、6、7、8，咚哒哒咚哒咚咚哒哒咚咚哒。好，同学们跟我来一遍，打开2位，最后放到3位手，下巴颏往上提起来，眼睛往前看。好，动脖子，预备，起，不动，好，收，好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，预备，起，不动，手放好。右手在上面，左手在下面，手必须要是一样的啊，往上提起来。下面学的动作是带舞姿原地转，左脚原地转。同学们看一下我的5、6、7、8。好，同学们跟我来一遍，再起，手放到下巴颏下面不动，好，收，3，左脚的时候，左脚转的时候注意啊，这个右脚、左脚甩脱，眼睛第一个方向看，在左脚再看第一个方向。然后带舞姿的时候，两个手呢，先看下面的手，经过1位手，然后放到3位手，打开，放到2位，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经过3位手，放到下巴颏下面，再回来。好，动作慢跑，叉腰下去，眼睛看右手，下去腰，右手低一点，左手高一点，不动。再往前跑，后面的手是不是动？走下去，两脚并紧了，手不要歪了，蹲下去，蹲下去，不要飞了，对，往后，好，收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，预备，起。好，收。同学们很好啊，看一下冉米拉和米拉做的动作特别到位，冉米拉和米拉之外。好，预备，起。看到了吗？好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转的时候注意啊，必须要甩头，经过3位手，然后再2手收回来，眼睛看前面。好，预备，起。好，不错，很好，收。跟我来一遍，收个老师，预备，起。好，不动，注意啊，清理的时候右脚往前迈一步，跟我来，预备，走，1，不动，眼睛看右手，好，
手放过来，眼睛看前面，手放好，往上呼吸，眼睛看左手，慢慢下，好，再呼吸，右手放下去，头抬起来，眼睛看前面，好，宋王再来一遍，对，起。自己来一遍，注意脚右脚往前迈一步的时候要注意定字步，预备起，呼吸，对了，好，不错。学下面的动作立起来，原地转，手呢，2个手经过3位手，打开到2位手，然后绕手腕，左手放到2位手，右手放到3位手，眼睛看斜线方向，左手跟我来一遍，先右脚出，然后是左脚往旁迈一步，预备起走。右手往上立起来，好，收，护手自己来一遍，预备起。表情保持微笑，眼睛看前面，身体不要歪了是真的。好，收。第一个队形，往前，心里，起来，完了之后，抬成2排，你们2个出来，你4个出来，你们2个留下，往前。你4个出来，然后站好2排。好，先收回去，收回去。先心里开始收住了，预备起。呼吸。好，收。好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。正步站好，别忘了剪子步往前走的时候，右脚、左脚往上踢出去，用脚背用力，预备起。收，拉米拉来一遍，看一下拉米拉的动作
可以把左手打开，后面的手必须要打开，往上提起来，好收。软米拉动作做得还好，但是呢，你看手呢，往旁打开的时候要开腰，不要往前趴下去，上身往上提起来。看我的5、6、7、8，提起来，不要往前趴，记住了吗？好，同学们一起来一遍。1个同学从开始，预备起。好，挺好的啊，好收，好往后退。下一个动作，拍手动脖子，然后再动身体。先看一下我的动作啊，对，起。拍手动脖子的时候，你看右脚跟我来一遍，预备起走，1，右脚出去，左脚也是跟着右脚收回来，再来一遍，预备起走，1。1的时候，你看往下蹲一点点，蹲下去。好，对，起走，大大动脖子，大，然后动身体，右左，上手放松。拍手的时候呢，两手交叉动作的啊。好，跟我来，预备起。好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。预备起。好，收，左撇，上手不要那么僵，上手放松，挺住，不要动，挺住，然后再动脖子，最后动身体，不要着急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同学们再来一遍。预备起。好，收。下一个动作，三角。把米拉往前上。第二个，把米拉往前上，三角往前出来。好，米拉出来，你进去。对，回来出来，再出来，对，手偏，你跟两米拉对齐，对了，好，下一个动作啊，右脚往前，迈一步，然后在眼睛看右手，蹲下去跟我来，预备起走，1，不动，下巴可提起来，抬起来往上，好，手呢转过来，眼睛看而方向。胳膊肘往上提起来，重心放到前面，最后动脖子，预备起，咚哒哒哒，咚咚哒，左手放松，对，好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，预备起。收，很多体态不太好，来一遍，很多来一遍，预备起。
看我的脚的动作啊，你看一蹲下去，二的时候左脚抬起来，再放到八字部，体态第一个体态是往上，动脖子的时候重心放到前面，再动脖子，动脖子的时候眼睛不要往底下看，眼睛看往上，再动脖子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再来一遍，预备起。胳膊着立起来，眼睛看我的手，好收，好不错啊，好两块对齐，像交换的动作，交叉动作，面对面，第二块往后，好两边出来，其他人看两边，待会儿我们两个的动作啊，不是交叉的。往中间来，好，预备起，老师，再来一次，动作不动，重心放到前面，最后左脚在后面点地，好收，你看第一个动作注意看啊，一二，记住两米的预备起。面对面的左手打开，往前蹲下去，好，再转过来，上，然后让手腕、身体呢从下面再往上提起来，还不动，对，起，你看，最后注意啊，起，两个手在上面拎起来的，八的时候，对了，经过二位手。然后再打开，眼睛看前面，重心放到前面，对，好，再看一下啊，对，起，好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，第二块往后。举起，体态，肩膀打开，再把它立起来，好，起，老师，上，重心，左脚往后点地。手打开，好收，体态自然啊，这后背往上提起来，以上，肩膀打开，所有人不一样。同学看我转过来，你看两个手呢从下面过去的时候贴着大腿，从一位手打开到二位，然后再三位手下来伸腰，眼睛看旁边的人，明白了吗？啊。我一就上去了，慢慢的贴着大腿，然后再慢慢的再转过去，不要着急啊！动作的时候，七别忘了眼睛看手，八再眼睛看前面，明白了吗？同学们注意啊，交换动作的时候必须要前后的动作必须要看清楚啊，必须要听节奏。7、8和5、6的节奏必须要分开的。好，来一遍。预备，起，手放好，7、8，最后8听节奏啊，不动，然后1的时候再走，注意听节奏啊，好，手放下来，不动，笔来，看清楚了吗？对齐了没有？前后的队形必须要对齐的啊。好，转过来，往后推的动作啊，先不要加手，单一动作练习，手叉腰，预备，先看一下我的齐，看，往后
走的时候，先从右脚开始，2个慢的，4个快的，4个快的啊！再看一下我的手指老师，请。好，同学们跟我来一遍，预备，起。好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，往前看，预备，起。好的呢，出来坐一下，注意看啊，预备，起走。节奏很好，但是这个脚呢往上踢的还不够，往上踢出去。看一下我的啊，预备，起。只有2次踢脚的地方，5、6、7、8，直接往后走，没有踢脚的地方啊。好，同学们再来一次，上手往上提起来，肩打开，预备，起。做很好，好上，往前上，好，加手啊，原地，别动，看我的啊，先是右手开始，右手上去的时候，眼睛看左边，身体往前下去，再慢慢的打开，起来以后，手呢放到3位手往前，弓脖子。然后换左手，好，同学们跟我来一遍，预备，起。好，下来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，预备，起。同学们注意啊，移的时候手呢从后面绕过来，不是从前面直接上去的。好，跟我来一遍，慢慢的啊，走，1、2，慢慢的上去，5、6、7、8，动脖子，7、8，然后换左手，你看左手上去的时候，右手慢慢的放下来，1，眼睛看左边。慢慢的上去走，5、6，眼睛看前面，7、8。好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，原地，预备，起。不动。好，手下来。加手加脚的步伐来一遍啊！先看一下我的，预备，起。好，同学们跟我来一遍。注意身体啊，下去的时候。肩不能上去的，不能驼背的，腰是平的，再慢慢的上去，上去以后，最后再动脖子，啊，预备，起。好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。预备，起。结尾动作，小转，踢裙子，
敬礼。好，同学们先看一下我的，预备起。下的时候，你看，右手往上，同学们跟我来一遍，走，一，右手放到3位手，眼睛看左手，双肩放到前面，左脚点地。好，转的时候必须要甩头，2个手呢放到腰上，转过来，转身，一，2个脚并跳啊，并起来，然后手放下来，慢慢的放，左手踢裙子，右脚往旁迈一步，右手经过3位手，然后放到2位手，往下敬礼。最后心礼的时候，眼睛头看左手，不断不要开腰。好，最后收。好，同学们跟我来一遍啊，预备起。放，好，收。好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。对，起。推动，手放好，很多，眼睛呢，口呢，头下去，唇子提起来，提得高一点，往下蹲下去，放松，蹲下去，眼睛看高，再往前爬，眼睛看左手，对。好，收。同学们再来一遍啊，预备，起。推动。好，收。下面学的动作是往后走剪子步。好，同学们先看一下我的动作，5、6、7、8。好，同学们跟我来一遍。走的时候注意啊，还是从右脚开始踢出去，转身，眼睛看前面。然后第2个往后走的时候，左脚转身，再眼睛看前面，然后原地，哒哒哒哒。第1个呢，同手同脚，左手放到下巴颏下面，右手2位手。第2个呢，也是同手同脚，左脚左手，最后呢，左手放到2位手，右手放到下巴颏下面，眼睛看右边，收回来。好，同学们跟我来一遍，预备起。好，收。好，同学们自己来一遍，往前上，预备起。下一点撑腰，撑腰下去。好呢，眼睛看右手，不动，右脚往后点地。好，收。注意在那往后推的时候，必须要甩头，再转过来，甩头，再转身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头的动作不能太慢。好，再来一次。预备起。手太高了，好，
重心放到前面，那个手放好，手摆好啊。好，坐收。出现的问题啊，第一个是蹲脖子没有动起来，蹲脖子应该是手放到下巴颏下面，蹲脖子，动作的幅度再大一点，蹲脖子必须要动起来的，然后是绕手腕，这个时候不要着急，听节奏，7、8，七上去，8再绕手腕，然后再眼睛看前面。然后最后出现的问题就是三角出来的时候没有看队形，三角过来，体态，体态，好，三角的时候你们两个进去，很多进去，对他出来，对，你们两个出来，对他出来，左天往后推。看清楚了吗？就这个队形啊，三角必须要出来的。好，今天的课程避免的问题是，第一个是表情，面部表情，必须做动作的时候，必须要保持微笑。所有人给我微笑，我看一下。把牙齿给我露出来啊。对了，还有啊，最后心理动作的时候，结尾动作的时候，1挺住，跟我来，对，走。1、2、3，必须要挺住，下巴颏往上抬起来。7、8，蹲下去，动作不能太深，不能塌腰，不要往前趴，蹲下去就行了。然后眼睛看左边，左手对提绳子，这个左手提的不能太高，平的跟肩膀的高度一样就行了。好，收。下面我把3单组合来一遍，同学们看一下我的。到3单组合和音乐来一遍，预备，起。
好，同学们集合。好，今天同学们的课程的表现很好，但是个别学生，比如说米拉和卡鲁诺，在课堂上的表情动作太到位，比如说绕手腕、动脖子，在屋子原地转方面。下去以后，在米拉班长的带领下，下课以后要互相复习动作、练动作，不知道的问米拉。然后有一个作业，围绕着3段组合，用4个动作为主的编一个小表演组合，小的表演组合，时间不能太长，1分半就行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老师。下面我们下线我们的音乐伴奏老师们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同学们下课，谢谢老师。